我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联邦政府停放已经持续34天啊，这嘛创下美国历史上时间第2长的纪录。有关美国营养补充援助计划，原底是11月7日要来发放，不过因为资金无够，所以是就暂停。那上新的消息是，联邦法官裁定政府都要继续来支付这个补助。 伫进前，要接受美国营养补偿计划 SNAP， 俗称食物券的维吉尼亚州亚利山卓市2位做老母的人，甲别人所管的食物罐头，拢采伫咧社区的食物银行，因成立草根组织 Rooted to Rise， 帮助迄寡就要失去援助的人。 I know what it's like to give my kids food and not eat for the night. 美国联邦政府继续关门，2位联邦法官初三裁定，政府就要继续支付 SNAP。 川普政府讲将会伫这礼拜部分恢复发放，只要用到紧急资金。这是根据顶礼拜法官的命令，至少部分支付11个 SNAP 的补助。虽然政府讲将会将52.5亿美金的紧急资金拢用完，不过是未动用其他的资金来全额支付。微博报道，政府关门第34天，共和党的领导人讲，暂时无拍算要废除辩论制度。 将60票才发到结束法案辩论，这是对民主党上害冲动的一种重要保障。 As much as I have wanted to blow up the filibuster sometime as a House member when we were not getting what we wanted done in our agenda with the president, and he's very passionate about this. This debate we're having on our own side is a reflection of the anger that we feel, the real desperation that we feel, because we want the government to be reopened. 川普伫顶个月提出取消参议院的做了议事规则60票的条件，和共和党伫咧因控制参议院，会当用党派投票的方式通过法案。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